来看台朋友完成全球头一个无欠费时间的心脏移植手术，在过程中心脏会当全程继续供血，提供酸素，心脏会继续跳，袂停去，会当来减少心脏功能的损害，提高手术的成功率。手术了后，麦当恢复甲如何？咱们做伙来了解。比比阿笑分享家己的复健过程。49岁的周小姐11年前因为心肌病变有心衰竭的镜头，上严重的是连坐立体力拢真无爽快，常常住院。不过去年8月，伊顺利接受全世界头一个无欠费时间心脏移植手术。台病院团队透过创新的技术，让心脏离开人体到完成移植这个过程，心脏会当继续跳。即马周小姐已经顺利恢复正常生活。离开加护病房的1个礼拜，我就可以很正常的走路30分钟，不用停。然后到现在，我可以一口气爬上4楼的楼梯，然后不用中途不用停。传统的心脏移植手术，把心脏对管的人身躯内剔出来了后，心脏会暂时停气袂跳，时间也愈拖愈长，对心脏损害可能就愈严重，也影响接受心脏的病人手术了后较无好恢复。不过上新的无欠费时间心脏移植，因为会持续灌流血药酸素来降低移植过程对心脏的损害。那我们是全程从摘取心脏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心脏持续的灌流，一直到我们移植完成，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有持续的心脏灌流，维持心脏的跳动，所以它是等于全程的零缺血时间，它也没有再灌流的时间，所以它就没有缺血再灌流的心脏伤害。通看到咧进行无欠费时间的心脏移植，需要侪医疗人员确保心脏有持续咧跳。因自1990年到今，已经累计完成700多例传统心脏移植，目前已经用上新的技术连续完成2例，也确定技术的安全性是有够的。台病院表示，目前是限制伫院内执行，未来因会持续优化器官维护系统，以会当下病院送器官完成移植为目标，提升全台湾心脏移植的成功率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